靈修分享日期2026年6月25日，經文拿鴻書1章1至8節。上帝係忌邪嘅上帝，佢向悖逆佢嘅人施行公義報應。上帝雖然唔輕易發怒，卻唔以有罪嘅為無罪。喺上帝嘅權能下，海同埋江河盡都乾涸，巴山同埋迦密亦隨之衰殘。無人能擔當得起上帝嘅憤怒，但係喺患難嘅日子，上帝必作投靠佢嘅人嘅保障。今日大部分教會教導我哋基督徒嘅重點係上帝係慈愛嘅上帝，卻忽略咗教導我哋上帝亦都係公義嘅上帝，佢必不以有罪為無罪。因此，有少數基督徒喺自己身陷患難日子嘅時候，認為自己係行衰運，從來冇思想係上帝向悖逆佢嘅人施行公義報應。佢哋既冇認罪悔改，亦冇投靠上帝，得着保障。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罪，就是欺騙自己，真理就不在我們裡面了。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，就是把上帝當作說謊的，他的道就不在我們裡面了。約翰一書1章8至10節。阿們。